如果你1個月之前嚟嘅話，呢個聖坡嘅 UT 爭2分滿分嘅同學就係你啦。我上咗一堂之後咧，我原本 Part A 咧係大概係攞34 out of 45咁樣，而今次咧我嘅 Reading UP 咧就升咗成43 over 45，就有好大嘅進步。距離2027年嘅 DSE 仲有300日都唔夠，記住早啲報名，早啲進步，遲啲報名就去咗副學士嗰度。去咗副學士。嚟緊6月，我哋準備進入暑期班。如果想喺暑假入邊贏在起跑線上嘅話，快啲嚟報名 Chris 同 Tasha 嘅暑期班啦！我係 Tasha DSE 英文科親自攞到5星星，並且雙卷滿分，而且係拔萃女書院畢業，非常期待上堂見到你。各位家長同學，你哋可能唔知道呢一位聖保羅男女嘅同學喺學校模擬試嘅 Reading Part A 爭2分就滿分，就已經10拿9穩，應該會喺2027年嘅 DSE Reading 卷有5星星呢個成績，跟住拉到英文嘅總分 overall 都會有5星星，去到5加以上呢個成績應該都係意料中嘅事啦。但你會話 DSE 嘅 Reading B2 都好似幾難做喎，究竟點部署好呢？難做嘅嘢又好做啊！阿 Sir 咁成頁唔使 do 啦，係啦，放晒啲精力喺 Part A 度咧，你成頁冇 do 咧，你照攞到5星星，呢份係 Daisy 真跡嚟嘅。你睇緊嘅係我哋其中一位同學攞到5星星 reading 嘅真跡，佢2頁錯成咁樣樣，最後都係5星星。但係呢個考試策略點樣攞到5星星避重就輕？其實喺3年前喺 YouTube， 我哋已經拍晒影片巨細無遺，如何用最無恥嘅方法攞到 reading 5星星嘅成績。嗱，我哋嘅 YouTube 影片係好值得大家煲晒佢噶。跟住 Chris 同 Tasha 補習，學講我哋頂尖嘅技巧。1份分卷上到岸就可以英文總分拉到上 Level 3，2份分卷上岸嘅話可以拉到去 Level 4，如果3份分卷都上岸嘅話咧，就可以拉到去5加嘅成績啦。即使你係 Band 2中學，我哋都一定幫到你。Crystal 咧係 Paper One 嘅最高5星星嗰紀錄嘅保持者啦，因為其實就算喺 Paper One 你睇唔明篇文章，你都會可以諗到辦法點樣可以抄到個啱嘅答案，透過唔同嘅 indicator 咧，我喺 Paper One 係剩到45分就可以慢慢去 check 答案嘅。